今年母親節，我哋再次到翡翠明珠食晚飯。今次咧12個成人同行，冇叫套餐，散叫落單。你估價錢又點樣呢？翡翠明珠嘅位置喺亞晏街體育館嘅斜對面，沿住洗衣街走，位置係較為偏僻。分兩個鋪位，一個係翡翠海鮮酒家，同埋隔離嘅明珠宴會廳。今次訂位編配咗到明珠宴會廳嗰邊。呢個鋪位嘅大細同翡翠海鮮酒家嗰邊係差唔多。今晚母親節訂位都幾滿啦，但係就冇第二輪嘅顧客啦。原來晚飯都可以點呢度嘅點心嚟食㗎噃。一般匆忙之下就冇早到，食少咗好多飯前嘅小食。我哋叫咗3款前菜小食，就呢一款涼拌三門海蜇，爽口微辣，味道唔錯。第二款就只剩低3隻嘅鮑汁雞腳，最後一隻都被掃清。上次食過腍滑好味。第3款上次都食過嘅椒鹽人酥，大家見到淨係剩翻幾粒咋，就知道係幾好味啦。主菜我哋就預訂咗呢一款懷舊爵士湯。上世紀80年代，鄧肇堅爵士係注重養生，因而自備湯料係請酒家熬製呢個私房湯，湯味清潤甘甜，而且香氣獨特。湯料主要有蜜瓜、螺頭同埋花膠。酒家仲用咗骨膠原豐富嘅豬踭肉，經過長時間嘅熬製，入口即溶。藥材就有沙參、玉竹、瑤柱同埋薑片呢啲材料。第一碗湯面稍為多油，12個人食咗第一輪之後仲有咁多，湯明顯係少咗好多油，清潤滋補。第二道預訂咗嘅菜就係麗湖香酥鴨，外脆內軟，芋頭香滑，底層有鴨肉。都幾飽肚㗎，建議叫半隻就夠啦。第3道就係豉汁盤龍鱔，外觀十分就吸引喎。但肉質就軟滑，並不爽口。如果你喜歡爽口嘅就唔係太合你口味啦。另外就叫咗4款小菜，呢一款石鍋薑葱生蠔就叫咗2個，薑葱好夠多又靚，但係今日嘅師傅嘅手勢就偏鹹咗啦，蠔就唔夠大，而且係質感鬆散。第2款小菜就係涼瓜枝竹斑腩煲，石鍋上菜熱辣辣，好夠火候，斑腩香滑好味，其他配菜都好入味啊。第3款就係瑤柱金菇扒豆腐，睇嚟金菇為主，但係味道唔錯，豆腐都好滑。最後呢個小菜就唔係好理想啦，只係揾到2款嘅菇，湯就偏多，菜就偏少。尾聲就嚟咗一個生炒臘肉糯米飯。糯米有點硬，米身係唔夠黏糯煙韌，味道都唔錯。最後呢一款甜品都係要預訂㗎，滑溜香口，白蓮蓉唔太甜，份量足夠12個人食用。最後都食清光。茶水有2支大啤，2罐汽水。連埋桌上2小碟嘅小食同埋加1，約共3800。大家覺得物超所值嗎？歡迎留言分享。